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德山有一间拍铁仔店，为清朝到今已经传到第5代，已经超过700档了，是全台湾少数，还佫用手工在做家私的拍铁仔店。 伫咧德山有一间经营100多年的拍铁仔店，目前已经传到第5代，坚持采用传统的技术，互鹿角、民间、水里等附近的乡镇，甚至是国外，嘛有人专工来买。14岁就开始学师啊，到今年73岁啊，所以讲伫这过程中60几年啊，功夫嘛拢有学起来啦，敢若欠一项无学起来，敢若铁红红袂使摸安尼尔，迄步学袂起来。 即马拍铁仔店的第5代师傅，原本是咧做电子业，为着照顾厝内人甲传承技术，嘛决定转来到故乡。是手工的，它没有一个 SOP， 所以你做什么就是要靠经验啊。对，新的东西这是挑战，没什么困难。未来就是做一些比较不一样，因为现在都是农器具比较多，未来的话要做一些比较有工艺性的东西。 拍铁仔虽然艰苦，不过会当看到人客使用家己作品有满意的笑容，就会当个继续坚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